我係陶瓷技超人 William，我今次嚟咗陶瓷嚟到46年，有次見跟阿 Sir 教我用撈泥板導整邊條符號，撈泥條做邊條符號，奧學形狀中文嘅邊條符號，來套話咧係形框，框係形嘅。有加減平衡，我換號，後句號，形長方形，梯形，正方形，偷形，長方形，梯形，等於三角形。percent 有感立圖，問號。我是在周家樂做咗21花。你最中意花啊？最中意呢朵啊？係。點解啊？好型，太陽花、橙色、黃色、綠色。咁多隻色，你覺得邊隻色最靚啊？綠色。周家樂咧，佢個創作嗰方面咧，佢比較中意係可愛啦。咁佢雖然細細件，但係佢啲嘢係好有佢嗰個精神喺裏邊嘅。佢有 support，咁佢慢慢將啲嘢疊出嚟咧，咁佢開始掌握到咧，咁佢有佢自己嘅 idea 啦。咁佢想有啲係有顏色嘅，有啲係 plain 係淨白色嘅。咁佢逐啲疊咗一朵花出嚟。咁呢朵花咧係佢首次做一啲咁薄，而係又有咁有質感，又有咁多顏色嘅作品嘅創作咯。我叫立剛，我做咗15年陶瓷，我中意收集樹葉。呢個作品係一班樹葉，黃色、藍色、紅色，好多形狀、顏色，就好似有碌泥板，然之後刮花紋落去呢個一條條花紋嘅，咁樣啊。咁樣嘅，即係一條框啊，咁嘅形狀。大家好，我叫許發，做藝者，識係黐小婆，有佢表，食豬仔，識係皮蛋。呢係一個雀，有個米字波波，耳仔，有眼，有鼻有粗，一個魚波波，有個撈撈。尾巴粗嘅，多啲嘅，跟住耳仔執過嚟，一鼻仔除過啊嘛。小的屈與舊，小的屈與舊，真的愛，是，小的不隨流。小的屈與舊，好的屈與舊，真的愛，是，小的不隨流，好老的伴侶，我的根。